只要有信心同毅力，任何嘅困難都一定可以解決。我有一個好錫我嘅老公，好有滿足感嘅工作，肚裏面仲有一個小公主，但係原來所有嘅憧憬都可以瞬間消失。阿女一出世，公司有變動，我冇咗份工。阿女仲係一個唐氏綜合症嘅小朋友，而且佢嘅心臟係有問題。當時好多人都叫我放棄，但係我見到阿女仲係好努力咁樣呼吸，我又點可以放棄佢？喺嗰陣時，我每一日都去醫院，我同自己講要堅強，要女女一醒返就見到一個充滿笑容、堅強到可以保護到佢嘅媽咪。但係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孤單無助。阿女嘅笑容就係我撐落去嘅動力。一聽到阿女把聲，我就會醒一醒，提醒自己仲有個女喺身邊，點都要笑返。兩母女互相支持，一定可以堅強咁樣行落去。只要有信心同毅力，任何嘅困難都一定可以解決。